条清水。苏州吴中区藏书河丰村的东楼里，村中有一座小小的寺院，历史上叫做净正庵，现在叫做净正寺。净正寺虽小，但不可小觑。据寺院中石碑上的文字记载，该寺起源于东晋生平4年，即公元360年，距今有1660多年历史了。寺庙大门口的外墙上也用斗大的字写着“东晋古寺”。东晋古寺净正寺的地理位置，东面远眺是吴王卫西师筑孤苏台的灵岩山，面前的这条笔直的河道叫涧泾，俗称一涧河。木渎小志云：采香经，即涧泾河。据传西师坐船前往穹窿山采香。西面远眺是孙武隐居写《孙子兵法》的穹窿山。净正寺的南面就是徐口，烟波浩渺的太湖。在木渎徐口一带山间盆地内，曾经存在过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超大型城址，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大春秋时期城址。净正寺所在地河丰村一带，曾经发现小城址一座，呈圆角长方形，面积约19万平方米。苏州吴中区藏书河丰村的东楼里，目睹春秋城址里的自然村落。东晋时期，苏州西部山区是高僧之顿进行佛学和文学研究交流的场所，自古以来在佛学界、文学界很有影响力。净正寺最有宗教和文物价值的寺院之宝，就是天井西面碑廊里六方古碑。上世纪20年代，当时的住持广通和尚在此留下了这几块石刻书条石。这些石刻是：一、民国16年广通主李根元书暗香书营；二、民国16年广通上人属书般若；三、民国17年委托管理墓地凭证；四、民国17年孙光庭撰写的《净正庵记》；五、民国18年广通上人属建川州中岳书天宝遗迹；六、大明嘉靖5年14都11土里社碑。这些碑文充分反映了净正寺的历史，也是净正寺的镇寺之宝。荷花被古人称为花中君子，也是佛教寺院艺术中的佛教圣物。在东晋古刹净正寺里，不大的寺院里居然藏着多种荷花。花开见佛性，人有了荷的心境，就出现了佛性。中国的插花艺术最早也是从佛教香花供佛衍生而来。净正寺还举办插花活动，清净纯洁的花代表着高尚的境界。
苏州的佛文化底蕴一点不比其他地区逊色。苏州北塔报恩寺始建于三国至吴年间，是苏州历史最悠久的寺院，距今已有1700多年。灵岩山寺始建于西晋，寒山寺始建于南朝萧梁代天监年间。东晋古寺净正寺，它虽然没有像报恩寺、寒山寺、灵岩山寺那样令人瞩目，也是苏州地区较早的古寺。两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，当时的人其实对佛教还了解很少，真正盛行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据说寺庙竟然有3万座以上。东晋时，江南为东晋王朝所有，其文化是西晋文化的延长，一向和清谈玄理文流的佛教，也随着当时名僧不断的南移。苏州吴中区藏书河峰村的东楼里，穹窿山涧流往太湖的小河旁，东晋古寺净正寺，净净正正已经有近1700年历史了。